昨午是下佇台灣各地溫度是攏真懸、真燒熱。佇南投草屯有一個80歲阿公哦，下晡日頭是真大，伊個佇菜園內做事着煞昏去。加上有糞掃車經過，互清潔隊員發現，趕緊叫救護車，甲人送去病院。救護車載80歲阿公去病院，因為老大人下晡3點去菜園仔做事，天氣傷熱，佇日頭殼曬傷久，着煞昏去。加在迄陣有糞掃車經過，清潔隊員看到，趕緊落車去救。你幫我等你卡無？係啊，上你手先綁好，先給它扶起來。因為我從那個高度看到那個田邊下去，他剛好人就躺在地上這樣。我本來以為他是坐在那邊啊。對啊，我發現說，他怎麼都沒有在動？你剛剛下車問阿伯講，阿伯你安怎無？伊講救命啊！伊就逐工都吼，足久來攏佇菜園，遮熱的天吼，嘛是佇菜園啊，咧烤草安尼啦。好佳在有清潔隊員看到，甲老阿伯插去邊啊較涼的所在休困，嘛趕緊通知林長鬥相共。禮拜日是夏至，天氣已經進入熱天，會愈來愈熱。根據衛福部統計，全台灣自6月7月日到6月17，加起來已經有179人次熱甲着煞。急診室的醫生嘛呼籲長輩盡量唔通一大日下骹曬傷久。最近剛好是夏至哈，所以天氣特別悶熱哈。那老人家哈要避免外出。那如果不得已在戶外工作的話，穿着要寬鬆的衣服，多喝水，多補充一些。電解質、鹽巴之類的。天氣有影燒熱，根據氣象署的資料，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，高溫普遍攏會有36度。醫生嘛呼籲時大，日頭赤焱焱，愛加啉水，也要種田，嘛愛等無日較涼的時陣較去，較袂去熱着。記者安醫生南投報道。